大家好，今日係4月25號。香港期權教室每日策略的題目為持股持倉一定要睇 Hello Evening。2萬點終於不保，最低跌到19734，本月波幅開始超出1000點，高位係20864，咁樣呢，就係有1130點嘅波幅啦。琴日收19959，繼續保衛戰，希望這是結算因素。如果呢個唔係結算因素，係一個正常嘅波幅，咁就正如本欄上週所提及嘅，提前5月窮。昨天期權行勢一般般，但轉入轉倉嘅高潮，轉倉同開倉都有，倉位非常多，實在無法在此細述。建議大家要花時間睇琴日嘅 Hello Evening， 睇完後還要繼續睇港交所嘅 Daily Market Report， 當然就係針對性嚟睇啦。大倉正在完成，有持股就持倉一定要睇。呢個係講睇自己正在操作嘅個股及倉位，考慮自己嘅策略。正如策略頭 MS 所講，5月嘅波幅估計會大於4月，對自己嘅持股持倉要有準備，不能失預算。這就係前幾年筆者喺信報文章嘅文章標題：操作期權要多算。本週六有期權重運道基礎堂，內容已更新，建議新朋舊友參與。香港係個做期權嘅好地方。